C21港房成交點評，再有短期轉售獲利個案。銀湖天風投資者半年淨賺250萬元。最新發表的私人住宅樓價指數，整體樓價已經連升12個月，反映樓市升軌已經確立。雖然在指數計算上，整體樓價按年達12%以上，不過當中有個別二手屋苑升幅明顯跑贏大市。馬鞍山鐵路上蓋項目銀湖天風最新錄得一宗短期轉售獲利個案，升幅拋離大市持貨，短半年間大幅升幅達20%，是近期持貨期最短的短炒獲利個案。投資者於今年1月才購入單位，不足半年轉售，帳面大幅獲利250萬元。鄰近馬鞍山烏溪沙站上蓋的大型屋苑銀湖天風，屋苑由7座樓高39至47層物業組成，合共提供達2218伙單位，基座設有大型購物商場，加上全屋苑有超逾20款不同的間隔類型，適合不同買家的需要。最新成交為銀湖天風6座中層 D 室，建築面積1203平方尺，實用面積919平方尺，足3房2廳間隔，坐向西北，鳥瞰開陽景觀。單位原叫價1550萬元，最終輕微減價50萬元，便獲買家承接，減幅僅3.2%。實用面積尺價16322元，原業主剛於今年1月初才購入單位，當時作價達1250萬元，持貨不足半年便迅速沽售，帳面獲利250萬元，單位期內已顯著升值20%。以上香港地產最新訊息，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。